美女啊，这块杀人犯可多了，你这么晚出来多危险啊！要不要哥来陪你呀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这么舒服，可惜这个太老了。下次找个嫩肉尝尝。嫁给我吧。子昂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兑现我的诺言呀。不可以，我们不可以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只要我们出了结界，就永远在一起。你忘了？我已经不能跟你在一起了，对不起。雨桐，你别走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子昂，子昂，子昂，你醒醒！子昂！子昂，你醒醒！子昂，子昂，子昂，你没有事！子昂！
婆，老婆，怎么了，老婆？顾红，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见我杀了人，怎么办？好可怕呀！好好，没事没事，只是一个梦而已啊。真的吗？哎，时间还早，你再睡一会儿吧。啊，再睡一会儿。 白煞的人格让你受苦了吧？这就是你想永远漂亮的代价。如果你知道真相，会不会后悔呢？子昂在神奇的结界里待过一段时间，吸收了一部分的能量。这点小伤，应该很快就会好起来。匡叔叔，我根本控制不住神器的力量，危险的时候使不出来，反而伤到自己人。也许我根本就不适合保护神器。雨桐，有些事是命中注定的。既然神器选择了你，就证明你有不同于常人之处。只有努力，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才能控制住神器的力量，知道吗？可我怕突然失控，伤害到别人怎么办啊？这个紫金神链虽然没有神器那么强大的力量，但它是稳定心神的宝物，它应该能帮助你控制好自己的力量，不再被神器所伤。谢谢匡叔叔。雨桐，子昂，你醒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想伤害到你的。我知道，不怪你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子昂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，子昂？雨桐不肯见我，而且还不接我电话。他一定是因为误伤你，在内疚。你不要想太多了。自从意念空间回来以后，雨桐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他不但不肯见我，而且还处处躲着我。你说，是不是因为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我听星恋说，所有守护女娲之类的巫女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什么代价？那是只有继承女娲之类的巫女才知道的秘密啊。他该不会是答应了什么条件，所以才不肯理我？你不要想太多了，上楼去休息一下吧。姐，最近真的好烦呐，我脑子真的好乱，我有时候甚至还出现了幻觉。我看见雨桐和沐晨他们在接吻。怎么可能？你呀，真的很喜欢胡思乱想。希望如此吧，但是那感觉真的太过于真实，就好像真的发生过一样。妈妈留给我的这张照片，隐藏了黑玉罗盘的秘密。可是我一直都找不到，所以我想问问你，这张照片拍摄的时候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记得那个晚上，月亮很圆，正好是满月。那次是
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你的母亲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。那他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吗？她说，神器的秘密，答案就在你身上。我身上？找你的客人来了。雨桐，子昂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是不是金灵子跟你说了些什么，你才不理我的？这个秘密事关生死，你还是不要问的好。子昂，我有不能说的苦衷，你就不要再逼我了，我怕你再受伤害。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就怕你不理我。雨桐，就算我们现在不能在一起，那也没关系，我可以给你时间的，我可以等你，我不会那么小孩子气的。我只是想，我们可以继续做朋友，好吗？那，你能陪我去一个地方吗？好，去哪儿？走吧。子昂看见的一定是幻觉，沐尘和雨桐是不可能的。沐尘，沐尘，我最近遇到一些事，想跟你一起喝杯茶聊聊天，你不会拒绝我吧？喂，雨桐。喂，我要再去找一次黑玉罗盘，你能来帮我吗？好，我马上过去找你。啊，嘉玲，雨桐找我有点事情，我要过去一下。你就那么担心他？神奇的秘密在他身上，他好像有些线索了。如果我跟他同时遇到危险，你还会先来救我吗？嘉玲，我在你身边才会给你带来危险，所以你还是今天晚上8点，我们以前常去吃饭的地方，你还记得吧？我在那里等你，不见不散。一个电话，你就立刻跑去找他。我看你现在眼里只有他。邝沐尘，你若辜负于我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沐尘，你来了。又有新的线索了吗？既然秘密在照片里，而且金灵子说又和我有关，我在想，要不要恢复一下照片里当时的场景？看一下会不会有什么新线索。哎，你们俩，帮我看一下，我妈妈当时是不是就坐这个位置？哦，应该没错，今天刚好也是满月，而且拍摄时间也是8点。你慢用，谢谢。慢用，慢用啊！黑玉罗盘，
我看看。原来黑玉罗盘是以能量的形式藏在这个屋子里，而雨桐，你要刚好站在拍摄地点，配合刚好的时间，带着六芒星项链，才能令满月的月光引导六芒星项链找到黑玉罗盘的钥匙。你妈妈也太聪明了，难怪以前怎么找都找不到。但是，以前的神器都会被六芒星吸进去，这次为什么没有呢？而且，这个罗盘看起来很普通的样子。这个罗盘，它到底有什么用啊？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？黑玉罗盘拥有吸入一切的能力，非常强大，但同时也非常危险。雨桐，你一定要好好保管。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她的。喂，你在哪儿？我已经等了你快1个小时了。你已经到了。好的。我有生死攸关的大事，要不要来？随便你。我马上过来。哎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和嘉玲约好了见面，她似乎有很重要的事要跟我说。听说你要和我姐约会啊？赶紧去吧，我姐这个人最讨厌别人迟到了。快去吧。哎，雨桐，这次居然这么顺利就找到了神器，那还不是因为我厉害呗？杀了他！雨桐，小心！徐嫂，你有病吧？我没病，我刚看得很清楚，有人要杀你。你做梦吧你！快走啦！不是，那黑玉罗盘放在你这儿到底安不安全啊？当然安全了，我现在可是拥有神器力量的人，应付一般小角色应该不成问题。别担心了，快走吧。啊，原来我能预见未来是真的。黑玉罗盘这样的好东西，岂是你能够保管的？快交出来！休想！让开！他根本不会使用神器，杀了他！你是谁？什么才算是不适合？平平淡淡爱只是生活，人越来越爱追逐
当时丢了什么，犯的错都是种挥霍，越来越深，越迷糊了，付出越多，越怕不值得。你不懂也不晓得，只是怕你走了，我们都做过了些什么？如果若没有如果，回到最后一次拥抱那一刻，无论如何也要让你懂得，犯贱绝情是我掩饰的脆弱。如果若还有如果，或许你我究竟终究争不过。眼睛红了，又有多久了？